Hello，各位大家好啊！中山着數王睇樓唔彷徨，又係大家嘅好朋友阿 Ken 哈。今日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內地便捷生活方式。屏幕前嘅你，如果你買嘅物業已經裝修完成，或者你係準備先租樓，即將準備搬翻嚟中山居住生活，又或者你係得閒間中上嚟玩幾日，想放鬆享受下慢啲嘅節奏又比較舒服嘅生活，好可能你好快會發現喺國內生活同香港嘅日常消費俾錢方式有住好大嘅差別。喺內地生活咧，電話真係提供咗好大嘅便利。有時唔係你唔想出街去買嘢或者去玩，而係冇裝啱嘅電話 Apps， 你會突然間覺得好唔方便。譬如想嗌車又嗌唔到，揾路又揾唔到，最方便嘅外賣唔知道響邊度嗌，落樓想買杯嘢飲都唔知道點樣俾錢，甚至想揾人幫手清潔一下間屋，都唔知用咩平台最快同埋最好嘅，甚至會覺得返到嚟內地嘅生活消費實在好複雜。明明自己手上邊有錢嘅，但係使出去好難。Oh God, please, no, no! 今期視頻咧會同大家分享翻7個電話 Apps 嘅，無論大家係翻嚟住，抑或者係玩，希望大家會更好、更方便、快捷咁樣融入內地嘅消費生活嘅。大家咧千祈唔好搞到啞仔食黃連，有苦自己知下。所以今期嘅視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阿 Ken 自己生活日常使用得最頻繁嘅電話 Apps， 希望對未係太熟悉國內生活嘅朋友仔係有所幫助嘅。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嘅頻道，記得訂閱一下，順便俾個 like 我。睇完，如果你覺得我嘅影片有所幫助，一定要分享翻俾身邊嘅朋友仔，等 YouTuber 嘅系統算法知道我係中山嘅生活置業頻道。阿 Ken 咧再次感謝各位朋友嘅支持下，我嘅頻道會同大家分析內地買樓中伏嘅案例，實地去考察屋苑生活配套，仲有同大家分享中山同埋外地生活以及退休嘅。如果大家需要揾到阿 Ken 個人嚟到諮詢，屏幕上方咧有我個人嘅聯繫方式，歡迎大家去諮詢嘅。好多人其實唔係抗拒國內生活，而係初到步唔適應。明明聽人哋講國內生活可以好方便，但係到自己返到嚟就發現唔知道點樣喺網上去買嘢嗌外賣，付款嘅方式咧唔習慣下，點樣睇醫生，點樣嗌車，點樣俾錢，同喺香港嘅生活付款方式簡直咧係翻天覆地嘅。所以今期呢條影片，我會用自己嘅實際生活經驗同大家整理咗一份喺中山生活必裝嘅7個電話 Apps 下，由日常嘅聯繫、付款、購物、食嘢、醫療、出行到政府服務嘅日常咧，就簡稱衣食住行啦。一次過咧同大家分享講清楚，等大家咧唔使一味靠估，亦都唔使盲中中周圍問人，一部電話就可以做到自己嘅盲公竹，想點就點，灣區生活 so easy 嘅。如果一定絕對必須要講嘅第一個肯定要裝嘅 Apps， 我會講毫無懸念，一定係微信，即係 WeChat 啊！好多人對微信嘅印象咧，都仲係停留喺傾偈工具。你可能會諗，我都有 WhatsApp 啦，點解仲要裝多個微信呢？功能好重複又多餘，但係返到嚟內地，你就會發現，如果你係用返內地嘅電話卡同埋網絡，冇 VPN 冇香港嘅一卡兩號，其實咧 WhatsApp 咧時有時冇，或者直頭係用唔到 WhatsApp 㗎。
換句話講，冇微信你基本上就冇辦法同人溝通。一開始用微信可能會覺得好唔習慣同埋唔順手嘅感覺，功能好多或者使用嘅方式唔習慣嚇。但係當你用熟咗之後，你會發現微信其實唔單止係通訊傾偈嘅 Apps 嚇。微信創辦嘅時間咧係2011年嘅1月21號嚇，到目前咧已經有15年嘅一個時間啦。由最開始嘅傾偈 Apps 不斷咁樣去升級同埋完善，到而家便利生活付款嘅 Apps 嚇，佢更加等於你響內地嘅生活總控台，你可以用微信同屋企人同埋好友傾視頻電話、語音通話，只需要網絡就可以告別以前打電話傾偈啊，分分鐘咧都要計錢咁樣去收費嘅。再例如加入物業群組同管理處嘅管家聯絡，最重要嘅係微信支付幾乎無論去到邊度都可以用得到，快人一步。食肆、超市、街市、call 車、網上購物，基本上咧一個微信就通通可以搞掂。另外啊，微信入邊咧仲有大量嘅生活 Apps 小程序，例如買嘢預約服務啦、搭巴士同埋搭地鐵以及乘車碼，好多其他嘅 Apps 咧都唔使額外咁樣去裝嘅，直接咧喺微信入邊咧去使用翻下。所以如果你而家仲未正式翻嚟大灣區住，我會建議你嚇，首先咧問下仔女、朋友或者街坊，再唔係你揾我都 OK 嘅嚇。一步一步設置好微信、電話號碼、綁定銀行卡，慢慢咁樣去試，慢慢咁樣去熟習。因為咧老實講一句嚇，微信咧係你喺中山生活一定係最常用，亦都係最有用嘅一個 Apps 嚟㗎。跟住落嚟，我會用衣食住行呢5個方向去同大家介紹唔同嘅 Apps 嚇。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內地醫療越嚟越方便嘅同時，選擇咧亦都係五花八門，例如牙科、鐵打、醫療門診等等。譬如洗牙、補牙可以提前網上預約，團購價格都會有明確嘅價格以及服務詳細介紹，唔使好似以前咁樣出街慢慢行、慢慢睇下。然後咧，醫院門診方面都唔使好似以前咁樣排長龍等醫生。中山而家各大嘅醫院喺微信咧都有自己嘅服務小程序，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選擇嚟揀醫療嘅，然後喺微信打開小程序，選擇相關嘅門診部進行就醫。網上先預約好，然後跟翻預約嘅時間日期，提前5到10分鐘嚟到嚇，就可以等嗌號就醫攞藥㗎啦。真係咧實現咗慳時慳力嘅。再講翻生活方面，我唔單止係講買衫買餸嚇，而係包括晒所有嘅日常生活購物嘅。所以第二個我想介紹嘅 Apps 咧就係淘寶啦。我相信屏幕前嘅朋友都唔會覺得陌生，因為喺淘寶上面嘅商品選擇真係又平又多，而且咧價格相對經濟實惠。日常大大細細嘅商品咧都有各種品牌啦，例如衫褲鞋襪、日常嘅生活用品，其實咧都可以通過淘寶買翻嚟嚇。原因咧就好簡單嘅，選擇多，價格透明啊嘛，而且咧可以慢慢咁樣去對比喎，而且足不出戶，喺屋企摁腳咧，快遞就會送到過嚟俾你。不過使用淘寶咧有一樣嘢要提醒翻大家嚇，買之前咧一定要睇清楚貨物商品嘅評價同埋買家嘅真實留言喎。雖然到貨咧7日無條件隨時退貨嚇，有時間先對比睇清楚再買，真係會穩陣好多嘅。使用淘寶買嘢咧，俾錢咧係需要用到支付寶嚇。所以先註冊好自己嘅賬戶同埋綁定支付寶。支付寶咧亦都係內地其中一個支付方式嚇。不過日常喺中山生活，其實咧我大多數嘅時候都係使用翻微信去支付嘅。
微信、支付寶二選一下。當然啦，呢個咧純粹係睇翻個人嘅方便習慣嚟選擇翻嘅。至於第三個我想介紹嘅 Apps 就係拼多多啦。老實講，未使用拼多多之前，我已經覺得淘寶咧係非常咁方便，而拼多多咧係日常聽身邊嘅朋友使用咗之後同我講嘅，用拼多多嚟買日常用品真係平好多。試過之後發現又真係好有性價比喎，退換貨效率快，同樣咧選擇又超級多。例如你係買一啲大路嘅日常用品紙巾、垃圾袋、清潔用品或者係一次性用品，拼多多咧好多時候係會比淘寶再平翻幾蚊嘅。雖然咧淘寶已經算平，但係可以多個選擇對比嘅平台，始終都係一件好事啊嘛。內地網上購物，我總結咗3大平台嘅。大件貴價商品一定係用京東，1000蚊以內或者需要使用翻代購嘅就選擇翻淘寶300蚊以內嘅貨物咧，放心咁樣去選擇拼多多，實現貨比三家嘅同時，大家嘅消費思路又清晰明了咗啦。然後再講下飲食方面嘅 Apps 第4個我想介紹嘅咧就係美團啦。美團咧響未熟悉使用之前大部分人都會認為美團只係一個單純嗌外賣嘅 Apps， 但係實際用落嚟你就會發現美團咧遠唔單止係嗌外賣咁簡單。除咗最方便嘅外賣之外美團咧其實仲係一個好強嘅團購同埋生活服務平台嘅。你好多時候出街去餐廳食嘢都可以喺美團上面揾到特價餐、套餐優惠嘅代金券，各種優惠同樣嘅一餐咧可能會平翻10幾蚊或者幾十蚊嘅。我自己咧就有一個好明顯嘅消費體驗而家咧我洗牙咧都係喺美團上面選擇翻呢一個牙科醫院嘅，然後咧再對比翻呢個地點啦、套餐價格真實嘅評價。就算咧你揀嘅套餐咧係多項服務，價錢好多時咧都只係門市單項服務嘅價格，大家亦都無需擔心大家使用嘅錢咧明平咗、優惠咗，但係服務會唔會唔一樣揸流灘呢？所以事先睇好真實嘅評價再作決定係絕對有幫助嘅。另外響內地團購消費咧已經係習以為常嘅消費方式啦，所以咧無需太過擔心服務態度會唔會表裏不一而且啦，美團唔單止係飲食同埋牙科，你仲可以喺上面揾到唔同嘅生活服務例如咧休閒娛樂、家政清潔、冷氣清洗、睇病買藥、睇戲，甚至咧買高鐵飛、搭飛機、酒店預訂服務等等，超級多嘅選擇嘅。好多時咧都會有折扣或者係團購價所以如果你喺中山生活，無論係想食得平啲慳啲，美團咧基本上都係每一日都會打開嘅一個 Apps 嚟嘅。跟住落嚟講下住呢方面嘅 Apps 第5個咧，我想介紹嘅就係攜程旅行。無論你係翻嚟旅遊住酒店，或者你喺本地居住想去旅遊出行，又或者你係想周圍揾好嘢食，想了解下而家嘅市場價格，攜程旅行都會係一個幾實用嘅工具喺呢個 Apps 入邊，你可以睇到各地唔同品牌嘅酒店價格、餐廳美食價格，亦可以查詢翻你想去嘅目的地嘅風景、美食、文化，了解唔同城市嘅特色，以及真實用戶嘅一個打卡分享，甚至咧可以睇埋唔同嘅用戶體驗以及出遊教程嘅。所以如果你翻嚟內地想個人旅遊或者係跟團出去玩，攜程旅行咧都算係一個必裝嘅出行旅遊參考 Apps 嚟㗎。喺內地住落之後嘅日常管理咧，其實就可以用翻微信嘅，好似咧水電煤網絡收取快遞都可以直接喺微信入邊處理同埋付款嘅。
唔使再逐樣咁樣去揾唔同嘅平台下載無謂嘅 Apps 嚇。而如果你喺中山生活需要辦一啲同居住有關嘅手續呢，例如申請居住證、買醫保或者做政府登記，通常咧都可以通過微信小程序入邊嘅雲預約，先去預約翻呢一個時間日期。跟住預約提前去到現場就可以慳翻好多排隊嘅時間嚇。另外頭先咧提到過嘅美團，其實咧除咗飲食同埋娛樂個人服務之外嚇，響家居清潔方面咧都好幫到手嘅。例如咧上門嘅家政清潔、冷氣維修清洗、保養，好多時咧都可以喺上面揾到有評分以及有優惠嘅商家。講到咧出街呢方面，我嘅第一個推介就係高德地圖啊，亦都係我今集要介紹嘅第6個 Apps。唔好以為咧高德地圖只係一個普通嘅地圖 Apps 啊，其實佢除咗導航之外，仲可以幫你規劃唔同嘅交通路線，包括呢一個步行、自駕、搭巴士、搭地鐵，甚至乎咧 call 車嚇，一次過俾你比較翻邊條路線係最快，邊種方法咧最便捷，甚至咧日常 call 車，高德地圖入邊咧都可以直接 call 車嘅。如果你唔趕時間嘅時候，可以去使用對比翻滴滴或者係其他嘅 call 車，咁價格咧就係貨比三家啦。主要咧都係睇翻個人嘅一個使用習慣，覺得邊個方式啱自己嘅。例如附近嘅加油站、充電站、代駕都可以輕鬆咁樣揾到嚇。另外高德地圖仲有個幾實用嘅功能啊，就係咧呢一個 AR 步行導航啊。如果你去到一個完全唔熟嘅地方，或者方向感差嘅朋友，真係唔知道東南西北點樣去分辨嚇，佢咧可以用翻電話嘅鏡頭，配合翻實景嘅畫面，一步一步指住你點樣去行嘅。對於啱啱搬翻嚟中山或者路感唔太好嘅朋友咧，係真係好幫到手啦。有陣時咧捐窿捐罅揾下嘢食咧，亦都係非常方便嘅。而第7個咧，亦都係非常全面嚇。最後一個咧，我想介紹嘅 Apps 咧就係12306。如果你喺國內需要搭高鐵、飛機、汽車，用翻呢個12306嚟買飛咧，就真係好方便。你可以直接喺 Apps 入邊去揀翻班次嚟買飛，修改時間，全部咧都可以喺電話 Apps 入邊去完成。唔使咧再經過第三方平台，更加無需專登咁樣行去到車站。使用翻 Apps 之前咧，只需要設置入邊咧自己根據翻要求下，完成咗實名登記就可以實現一路暢通無阻。搭高鐵咧仲可以儲積分，積分咧可以換成錢用嚟買對應價格嘅車飛。我自己咧就唔係成日搭高鐵，所以咧積分唔高，暫時咧就未兌換過嘅。都係嗰句話啦，我可以唔用，但係一定要有啊嘛。日常響12306使用消費越多咧，積分亦都會越多嚇。呢啲咧都屬於小着數嚟㗎，正所謂慳埋又一餐。如果屏幕前嘅你喺中山生活，非常歡迎大家喺評論區下邊嚇分享一下上面提過呢幾個 Apps 嘅。其實你喺中山生活，只要用熟佢哋，基本上咧就已經足夠應付日常嘅生活所需嘅啦。生活咧可以變得更加便捷，唔使成日揾人幫手啊嘛。相信已經有唔少老友記可能已經喺中山生活緊，又或者未正式搬過嚟，但對呢啲 Apps 咧都已經係好熟悉㗎啦。歡迎咧你喺留言區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使用經驗，例如邊個 Apps 你覺得咧係最常用同埋最實用。另外，如果你仲有其他覺得非常好用又真係適合內地生活嘅 Apps，都不妨留言推薦俾大家，等更多準備翻嚟中山生活或者就嚟搬上嚟住嘅朋友，可以少啲摸索，多一份從容，少一份匆忙。
多謝咧大家睇到嚟呢一度嚇，希望每一條片咧都可以令大家喺內地居住呢條路上少啲不安，多啲熟悉，少啲擔心，多啲自由嘅。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記得點讚、留言同埋訂閱嘅，仲可以分享俾身邊諗住退休移居大灣區嘅朋友睇下。感謝大家收睇，我係阿 Ken，下條片再見，拜拜。